来看吧。嗯，我给你也别一个。好。看着多到我。你这个怎么弄的？你能不能快点儿？看几点了？不想吃饭了是吧？石梦君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跑公司去了？我不说忙完了给你回电话吗？你说你回了吗？你回过吗？我不是在忙吗？你总去公司，你让我这脸面往哪儿放啊？哎呀，脸重要还是家重要啊？你问我儿子还认识你吗？就你这坏脾气，我真的跟你过不下去了，离婚！离婚？你现在有钱了是吗？你有钱了不想要我了是吗？离婚，孩子怎么办？问你。孩子我带着，我就算净身出户，我要跟你离。我现在跟你过1分钟，我都觉得是折磨。跟你没法过了，怎么着？放开我！你放！儿子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儿子，哎呀，怎么出血了？怎么了这是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你给我让开！这得去医院呢。走，儿子，别怕，别怕啊！吓到你了吗？白激动了。啊？我以为你以前是个不良少年，这个是和人决斗的时候留下的疤痕。小说里的英雄都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失望了。没关系，别上我的勋章，你就是我的英雄。谢谢你啊。走吧。去哪儿？